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以色列昨搁在攻击拉法的营区，这텐트内底呢，上无是有37个巴勒斯坦的难民死亡，另外西班牙、挪威也个爱尔兰拢有承认巴勒斯坦的这个国家的地位，互以色列伫国际当中搁较孤立。古罗无厝的巴勒斯坦人伫拉法临时起的墓旁被摧毁，死去的还有把斗阵悼命亲人。到底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定多承认自他轰炸拉法营区是不幸意外，国际社会严厉谴责了后，而被继续轰炸，看到的依然是死伤甲痛苦。صيت على قصف قبل الاولاد نايمين قلت الحمد لله انهم نايمين يعني يرثى لها كل الاولاد مصابين اللي كانوا في الخيمه 因看到拉法天顶庆祝乌烟，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以色列报告全球对以军发动攻击愤怒，将战车开入拉法市中心。这几架空袭主要在拉法西边地区，以军并不下令疏散，向向者攻击。进行地面部队甲战车拢是在拉法东区、中区甲加沙埃及边境沿线行动。Israel should not carry out strikes in the designated safer areas. 以军表示，爆棚大会原因要来调查，初判是二次爆炸引起，可能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武器造成。Following the strike, due to an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a fire ignited tragically. Our munition alone could not have ignited a fire of this size. 这一天，哈马斯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公布一段以色列人质特鲁法诺夫的影片。以色列看作是神秘战。另外，西班牙、挪威、爱尔兰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具备成效，也显示以色列在世界舞台顶端愈来愈孤立。公立新闻，恩慕宁报道。